你有冇試過明明想認真做嘢，但手部肌肉好似有記憶咁，忍唔住又拎起咗部手機，又或者面對一啲微小嘅利益，你覺得攞一次半次冇所謂啦。其實所有人生嘅大錯都係由呢啲微小嘅妥協開始。有個後生仔想考專業資格，有一晚佢原本打算溫書，但係心入邊有個聲話睇多5分鐘 Reel 先啊，放鬆下啫。佢忍唔住撳咗入去嘅5分鐘變咗1粒鐘，佢覺得好罪惡，但為咗逃避呢種唔舒服，佢又繼續刷落去。佢嘅大腦習慣咗每15秒就一次快感刺激。3個月後，佢發現自己連睇3頁書都坐唔定。佢唔係冇時間，而係佢嘅大腦已經失去咗深層思考嘅能力。佢忍唔住嗰15秒嘅快感，換嚟嘅係一世嘅平庸。如果話阿強係出賣咗時間，咁下面呢個故事就係講一個人點樣慢慢出賣自己嘅靈魂。有個採購經理叫阿明，一向好清廉。有一日，供應商送咗盒月餅俾佢，入邊有一張幾千蚊嘅現金券。阿明忍唔住諗，一盒月餅啫，唔算受賄啩，攞嚟買嘢俾屋企人開心客都好。攞咗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佢心入邊到底線由幾千蚊變咗幾萬蚊，最後變咗主動攞回佣。5年後，佢因為貪污入獄，佢諗翻轉頭，如果當初忍得住嗰盒月餅，佢今日依然係一個受人尊重嘅爸爸。呢兩個故仔話，我哋知人生嘅崩壞唔係一朝一夕。阿強失去咗專注，阿明失去咗原則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。你忍唔住嗰一次嘅冇所謂，其實係喺你人生嘅底線上面抽走咗第一塊磚。真正嘅強大係喺微小嘅誘惑面前，依然可以對自己講唔好輕視任何一次微小嘅妥協，因為嗰度可能就係你人生下坡路嘅起點。今日辛苦啦，聽日試下喺嗰個忍唔住嘅時刻停一停，守住你嘅大腦，守住你嘅底線。如果你都曾經因為一時放縱而後悔，留言打守住，我哋一齊互相提醒，唔好俾微小嘅妥協毀掉人生。記得 subscribe，下次見。